大家好，歡迎嚟到微西台。世界每日都有好多新聞，有啲新聞好嚴肅，有啲新聞好沉重，但亦都有啲新聞你睇完會忍唔住問一句：吓，咁都得？所以由今集開始，我哋推出一個全新環節——一周大癲。每個星期，我哋會用幾分鐘帶大家睇下美國今個星期發生咗咩最離奇、最爆笑、最估你唔到嘅真人真事。今日第一集真係好適合開張大吉，因為今個星期美國可以話係動物園開放日，有人扮熊呃保險，有袋鼠喺德州高速公路出巡，仲有駝鹿去咗一間叫 The Moose 嘅電台門口瞓覺，係冇聽錯。今集3單新聞全部都同動物有關，但最似動物嗰個可能係人類自己。好，廢話少講，即刻入第一單。第一單來自加州，標題我會叫佢熊出沒，唔係人出沒。話說加州有幾個人涉嫌用一個非常創意爆棚嘅方法去呃保險，佢哋報稱自己啲豪華車俾熊襲擊，仲提交埋片段做證據，聽落好似好合理。加州有山有森林有熊，車俾熊搞爛唔係冇可能，但問題係調查員睇完條片之後覺得隻熊有啲怪，怪到咩程度呢？可能隻熊行路行得太似人，可能隻熊嘅演技太 TVB， 又可能隻熊一出場已經有種我係臨時演員今日收現金嘅感覺。最後野生動物專家一睇就話呢隻唔係熊，係人着住熊衫。係啊，真係有人着住熊衫扮熊攻擊豪華車，然後報保險。我聽到呢度第一個反應係：大佬，你以為保險公司係幼稚園老師咩？你着件熊衫就話自己係熊？呢單案仲有個好正嘅調查名，叫做 Operation Bear Claw， 中文可以譯做熊爪行動，聽落好似荷里活電影，實際上係一班人住熊衫刮車。加州保險部門表示，3名洛杉磯地區人士因為呢宗熊衫保險詐騙案被判刑，事件涉及 Rolls-Royce 同 Benz 等豪華車，申索金額接近142000美元。最癲係佢哋唔係求其架二手 Corolla 話俾熊搞，係豪華車 Rolls-Royce、Benz。你想象下，一隻熊專揀豪華車落手，普通車唔搞，專搞富貴車。呢隻熊應該唔係野生動物，係懂得 asset allocation 嘅金融熊。如果我係保險調查員，我都會問：點解隻熊咁有品味？佢係咪平時睇 Top Gear？ 所以呢單新聞教識我哋一樣嘢：做人唔好太貪心，扮熊都要有演技。如果你連熊都扮得唔似，咁你真係連動物園 part time 都未必請你。好，講完加州嘅假熊，去第二單。第二單去到德州，德州大家印象係咩？牛仔、皮卡、大草原、BBQ、手槍，自由到癲。但今個星期，德州高速公路出現咗一位非常唔德州嘅嘉賓——袋鼠。係袋鼠，有一架咖啡車喺德州高速公路附近壞咗，車主等緊拖車。正常嚟講，你喺高速公路壞車，最多見到貨車、警車、拖車，或者一個好唔耐煩嘅司機啤住你。但呢位咖啡車車主等到嘅係一隻袋鼠跳過。你冇聽錯，一隻袋鼠就咁喺德州公路附近彈下。UPI 報道指，一架咖啡車喺高速公路旁邊壞咗，車內員工拍到一隻走失袋鼠跳入交通路面附近。Fox 7 Austin 亦報道，事發地點係北德州 Gordon 附近，咖啡車車主當時正等拖車。呢單新聞最正嘅位係，你以為自己今日壞車已經夠黑仔，點知宇宙話你知未算，送多隻袋鼠俾你。如果我係嗰個車主，我真係會懷疑人生。我只係想買杯 latte， 點解突然變咗 National Geographic？ 而且德州見到袋鼠真係好有違和感。如果喺澳洲見到袋鼠正常，喺動物園見到袋鼠正常，喺德州高速公路等拖車期間見到袋鼠，嗰種感覺就好似你喺旺角等小巴，突然有隻企鵝行過嚟問你去唔去荃灣，完全唔合理，但又好有畫面。我覺得呢杯咖啡真係唔使飲到醒晒。本來可能叫 Espresso， 今次應該改名叫 Kangaroo Roast， 一飲即彈，彈到返屋企。不過講真，呢單新聞其實好適合美國，因為美國就係一個你永遠估唔到下一秒會發生咩嘅地方。今日你壞車，明日你見袋鼠，人生無常，袋鼠在場。好，講完德州袋鼠，最後一單就溫馨少少，可愛少少，但都一樣癲。第3單發生喺蒙大拿州 Bozeman， 有一隻駝鹿，即係 Moose， 走到一間電台附近休息。咁本身有駝鹿喺蒙大拿出現，唔算好奇怪。但最癲係嗰間電台個名就叫做 The Moose， 係一隻真 Moose 去咗 The Moose 門口瞓覺。呢單嘢已經唔係新聞，
係宇宙級品牌合作。UPI Odd News 收錄咗呢單 Moose naps outside Montana radio station The Moose 嘅趣聞，講到一隻駝鹿出現喺蒙大拿 Bozeman 一間名叫 The Moose 嘅電台附近休息。你諗下，如果你開一間雞蛋仔店，突然有隻巨型雞喺門口打卡；如果你開一間叫老虎堂嘅鋪，真係有隻老虎喺門口瞓覺，呢隻駝鹿真係好識揀地方。可能佢行過見到個名，心諗 The Moose， 我咪就係 Moose 咯，呢度應該係我公司，然後就喺門口瞓低，完全係一個 Senior Management 巡鋪嘅氣勢。最慘係間電台做咗咁多年 branding， 終於有一日品牌本尊出現喺門口，呢啲叫咩？呢啲叫 Organic Reach， 唔使落廣告，唔使買流量，隻 Moose 自己送上門。如果我係電台老闆，我即刻改 slogan The Moose， 連真正嘅 Moose 都係聽眾。呢單新聞雖然唔係最爆，但我覺得好適合做今集結尾，因為頭兩單係人類好癲，最後一單係動物好超。人類忙住扮熊呃保險，袋鼠忙住喺高速公路探險，駝鹿就話你哋慢慢癲，我瞓陣先。美國真係地方大，故事多，連動物都好癲，而人類呢，有時比動物更難理解。如果你問我今個星期邊單最癲，我自己會投加州假熊一票，因為袋鼠同駝鹿都係做自己，得人類係走去扮其他物種，真係癲得好有層次。好啦，今集一周大癲就到呢度。你覺得今個星期邊單最癲？係人扮熊呃保險，係德州袋鼠出巡，定係駝鹿去 The Moose 電台瞓覺？留言話我哋知。如果你中意呢類美國爆趣新聞，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埋訂閱微細台。我哋下星期繼續同大家睇下美國又會癲到咩新高度？世界已經夠癲，我哋下集一周大癲再見。